後來鄉親繼續來看台南有一間開將近50年的鮮魚店，頭家因為身體的關係，宣布講今年中秋節了後就要退休關門了。這個消息傳出來了後，好真濟在地人真唔甘，講從細漢食到大漢的好滋味，後擺食無咯。新鮮的鮮魚免費快炒，閣淋做料咖味，閣配合這個 QQ 的意麵，這味是真濟內行人心目中經典的鮮魚意麵。這間買50檔的台南鮮魚老店，閣無偌久就要變成回憶啊！考慮足濟啦，身體啦，有誒無攏過20-30你咧。中秋了嘅迄個啊，就退休啊，退休啊。頭家今年5月份就正式講要退休啊，好真濟人真唔甘。我覺得很錯愕，我們都是老台南，老台南人都熟悉的味道，就這樣子說不見就沒有開，我覺得很可惜啦。它的鍋氣很香，炒得很香，它鱔魚吃起來 Q 彈，很可惜啊，就是吃熟悉的味道，就是傳承不下去。70多歲頭家佇退伍後自立門戶，練就一身的好本領，炒出來的鮮魚成為在地經典的美食之一，有真濟出名的人真愛食。啊，無你若無做，你若退休啊，你若退休啊，這個傳統的就攏沒有啊。立委林俊賢捌拍片介紹這間店，頭家當時就講無師啊要學，伊講若退休後，伊真有自身的傳統氣味，賣對你小心。我喝這咖啡而已無呀。這間開賣半世紀的名店，賣早就唔是單純的美食啦，是老台南人的回憶。早佇2022年的7月，因為頭家去開刀，這間店就捌打出暫時停業的廣告。即馬4冬過去啊，頭家做出這個退休的決定，未來這份好滋味，敢若會當留佇人客心內。